上集啊？聽過嘅請舉手。OK， 未聽過嘅請舉手。未聽過上集。OK， 好。咁好啦，咁我都有預備俾未聽過嘅。咁啊 ，Juliana， 如果你唔坐前面呢啲1000蚊嘅位咧，我就放出去㗎咯喎。OK， 好啦，前邊有3個1000蚊嘅位，盡快 ASAP。OK， 嚇？哦 Candy， 喂，唔得㗎啦，一定要放出去，一定要放出去，係啦。遲咗就一定要放出去。OK， 歡迎坐上嚟。OK， 咁好啦，我哋留一個位俾 Doris 就得啦，一個位俾 Doris。OK， 咁好，咁我哋今日咧就係要講下集。有好多人問我咧，咪講過咯，又要嚟聽咁樣。你覺得咧 Annette 老師會重複一模一樣嘅 PPT 嘅請舉手？可能你識咗我都幾年啦嗬，咁我都有個習慣咧，都唔俾我自己抹親我自己嘅，咁所以咧放心有新嘢 ，OK？ 咁就想話俾大家聽咧，1年半嘅時間喺23年10月。機緣因活咧，喺大陸上市嘅時間到而家1年半嘅時間咧，已經攞咗一個叫奧斯卡食物獎。喺呢一個嘅殊榮咧，係超級高品格嘅殊榮嚟嘅。咁所以佢唔係一個保健品，佢係一個飲品，所以佢冇藍色印章。想同大家澄清，如果你有同一時間做大陸嘅生意，亦都有做香港嘅生意嘅，請你明白呢件事情。咁究竟衰老呢？係咪我哋想像嘅只係拉下皮、做下醫美就已經可以達致嘅呢？咁今日呢，就想大家咧聽下機緣嘅下集。咁就喺呢一個嘅耀星呢，亦都好感激呢，令到我哋有500位嘅營養師呢，可以成為各人嘅呢一個嘅亞健康嘅專家。咁亦都係因為 Anita 呢，喺40年前呢，好有慧眼。好有呢一個嘅前瞻性，然後咧將我哋耀星咧係培養到今時今日咧13萬嘅會員，1至7咧有2000個線上線下嘅朋友咧係學習緊營養，咁所以咧我哋係誠邀各位成為營養師、營養講師，咁世界各地咧跟我哋去傳播營養學，尤其中國。咁如果你未睇上集嘅話咧，好多詳情嘅資料咧，請你去 YouTube 嗰度咧去打返呢個字抗衰逆齡新趨勢，或者我個名 Annette Tam， 咁你就會知道咧呢一個嘅好 details 咧嗰個基因點解係24小時可以修復到，線粒體點解48小時。今日我冇重複到一啲基礎嘅知識，今日我想講應用篇，咁如果唔係咧我就唔夠時間啦。咁我要同大家咧去普及一下咧做機緣之前嘅原因，或者係佢嘅前身啦嚇。咁點解無啦啦呢一個嘅紐崔萊會進入抗衰老嘅呢一個嘅領域咧？咁就講緊15年前咧，中央電視台官網咧已經 CCTV 咧講咗全民要學營養，唔再應該係興趣班，而我哋耀星係40年前已經係做咗呢一個嘅營養，唔單止係興趣班，甚至乎一個講師班、營養師嘅認證班。因為我哋中國政府面臨住好龐大嘅醫療開支，係甚至乎咧會瓦解成個經濟體嘅。咁亦都係未來嘅呢一個鋪墊咧，由15年前鋪墊到未來，將會係咧成為咗營養，成為咗成個主流中醫、西醫同埋營養主流醫藥嘅一個醫院入邊必須嘅東西。所以呢啲係講緊首都醫科大學去向大家呈現，好似等於咧西方嘅呢一個嘅歐洲、美國一樣，當醫癌症嘅話，同一時間需要有營養一齊去助力嘅。點解？因為而家中國嘅病人越嚟越多，中國人嘅經濟負擔喺病、喺藥物，甚至乎咧係8萬億一年咁樣嘅支出，花耗咗所有家庭嘅大量嘅儲蓄，係貨我哋講緊
死之前嘅8年至9年咧，都係患病，甚至乎咧坐輪椅冇晒退休嗰種活力或者嗰種生產力。有好多退休人士都有生產力喎，可以做顧問啦，可以有呢一個嘅開心嘅生活 instead 啦，我去呢一個嘅醫院出入去輪症啦等等。咁所以呢件事令到成個國家翻天覆地，喺15年前要開始洗腦啦，要開始洗中國國民嘅腦。健康係要自己負責嘅，健康係要學習嘅。我哋營養加運動加呢一個嘅我哋好多睡眠啦，甚至乎要減肥。琴日有位朋友咧就係做教育嘅，喺大陸校長嚟嘅，佢都好知道而家全個中國政府係推動緊全民減肥體重管理，就因為肥胖就等於代謝病，等於肝功能下降。關我哋紐崔萊咩事呢？咁樣紐崔萊喺90年前咧就已經係講緊全世界第一個前瞻嘅由植物開始去做濃縮嘅補充劑。咁到今日咧係全球銷量冠軍嘅維他命礦物質植化素嘅專家。冇咗植物就冇人類，甚至乎冇呢一個嘅動物。咁呢個係我哋卡魯宏邦咧紐崔萊90年前已經睇到嘅未來。所以我哋以研究植物為本，以研究植物有90年數據。當冇人明白乜嘢叫植化素嘅時間，我哋已經鋪天蓋地喺我哋嘅 Double X 嗰度，全世界第一隻多種嘅維他命礦物質已經擺落去植化素。今日我哋只係將呢一個90年嘅研究升華，甚至乎咧將佢專業化喺某一個我哋叫做其中抗衰嘅領域。過去呢10年，我哋唔經唔覺，原來中國同紐崔萊做咗 N 咁多個 project。所以當我哋仲停留係Amway 係直銷喎，喺大陸合唔合法呢？請你望清楚。中國國家要倡導全民學營養，需要有呢一個嘅機構、私人嘅公司、私人嘅機構去推動，so that全民參與。所以咧喺呢一個2030嘅國策嘅號召之下咧，每一個人必須係自己嘅第一負責人。點做啊？咁樣嗰個橋樑係拜邊個啊？紐崔萊。第一件事，紐崔萊係做咗連續3到4次嘅數據提供，已經有30年喺中國嘅呢一個嘅食用嘅數據嘅話咧，呢中國居民膳食指南係最新版本，6+1+1，6個營養素加1個植化素加1個益生菌，係必須官方嘅，呢個叫中國膳食指南。一陣我會播呢條片俾大家睇下。佢嘅主席叫楊月欣，然後 CCTV 同埋紐崔萊全民普及，90個城市必須要學習改變早餐嘅習慣，粥粉麵飯腸粉，甚至乎咧呢啲咁加工嘅 cereal， 全部要改為高蛋白嘅營養早餐。喺90個 city， 每一個地區嘅政府官員都出嚟 back up。食植物嘅蛋白粉更加有呢一個嘅營養，更加有呢一個嘅吸收力。無錫嘅有機中草本研發基地，今個月將會係最後入閘嘅機會，喺11月份今年咧係進入呢個基地咧去睇全球唯一全中國係委託呢一個嘅無錫基地咧去做行業嘅標準。咩行業啊？有機中草本嘅行業嘅制定標準，你入去要打卡，哪怕你只係一個用家，你都應該要打卡。我食緊一啲好有安全性嘅有機中草本，係由唯一中國政府 back up 嘅機構去研發嘅。我哋將有機中藥射上去天空做航天肉粽，點解？一陣會透露。繼而就係神農系統用咗11年。去做咗一個
本草綱目 AI 嘅系統。我哋嘅機緣恩活就係喺呢個神農系統嗰度篩選出嚟嘅。咁進全民咧就需要抗衰老，唔係拉皮，唔係長多啲頭髮，唔係植髮咁簡單，係講緊細胞抗衰老嘅領域，係真正嘅根源。喺過去呢10幾年，安理做咗啲乜嘢？由呢一個奧運隊食緊我哋安理嘅產品已經超過25年啦，係25年啦，合法㗎。中國政府係好希望所有嘅奧運嘅運動員咧，都係以呢一個嘅紐崔萊，所以以前嗰啲郭晶晶伏明霞全部都係食紐崔萊嘅。咁就甚至乎 CCTV 有個叫全民健康大會，係每一個禮拜，甚至乎你上佢嘅影音號叫做 CCTV 嘅健康影音號，你會睇得返安理提供啲乜嘢數據係for全個中國人點樣補關節點樣去做呢一個嘅補鈣甚至乎咧營養知識，去到咧我頭先講嘅90個地區城市都要學識食我哋嘅營養早餐，高蛋白、高鈣、高纖維、高靚嘅脂肪先可以叫做營養早餐。喺2020年，我哋已經進入有機中草本嘅研發，甚至乎咧係發布喺國際期刊。咁一陣都有證據俾大家睇。2023年正式咧係做呢一個嘅航天育種9大仙草嘅種子。乜嘢叫9大仙草？一陣都會講。2023年呢一個犀利啦，震撼上市，一上市2分鐘2萬盒，斷貨咗半年。每人限買10盒1個月，10盒1個月喎，咁即係咧到今日咧，我哋喺香港斷貨，3月24號你先可以公開發售咧，都係應該嘅，預咗㗎啦咁樣。點解要航天育種？呢件事第一件事唔係個個國家都做得到。第二件事，點解航天育種咁高密嘅一個叫做 project， 點解會俾一間美國公司做？明明係中國人、中國政府嘅秘密，top secret X file 嚟㗎嘛？點解會俾美國公司做？就因為冇任何中國公司有呢一個嘅能力，將呢一個飛咗上天空嘅9大仙草嘅草本個種子咧，落翻嚟咧，可以培育到產量更加高、抗病毒更加強，甚至乎咧活性物質更加豐富嘅有機嘅9大仙草嘅植物，所以唯有紐崔萊。咁你就知道咧，中國政府都咁信任紐崔萊，我哋憑乜嘢指指點點，又話佢係賣煲嘅啫噃，賣洗潔精嘅啫噃咁樣，我哋係冇 update 好耐嘞噃咁樣。所以呢一位楊月欣代表中國政府營養嘅總官方嘅協會，佢再一次咧喺2022年嘅時間咧，同我哋紐崔萊成立咗個基金。呢個基金係攞嚟做咩咧？研發植物營養素。呢一個報告或者呢一啲嘅結果咧，係發布全球用嘅。你聽下楊月欣喺2022年點樣去感謝紐崔萊。首先，我在這裡代表理事會感謝安利紐崔萊營養與健康中心對這個項目的支持和與中國營養學會的合作。我認為這是對全體的科研工作者的無私的幫助，也體現了企業的責任。世界各國，無論是營養的專家，還是其他的生命科學、食品科學方面的專家，都對這樣植物成分或者說植物當中的非營養素的成分的研究有很大的關注。我們設立這個基金的目的呢，就是要探討這些植物化合物的作用機制，解決科研的空白，孕育新的科研上的突破點，提高我們在實踐當中解決現在慢性疾病以及人類健康的這樣的一個問題。儘管我們知道抗氧化作用、抗腫瘤作用等等這樣的一些普世的功能，但是其實我們不知道的還有很多。比方說，每一個植物化合物到底人類的攝入量是多少？如果它是有效的，那麼它是有怎樣工作的？
具体的功能的指标、功能作用是在哪个方面。在这里呢，特别的感谢安利哈，因为跟安利的合作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因为他们对 DRI 的支持很多年了哈，好几次的修订都给予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在多次的合作当中，互相大家建立了信任，也建立了友谊。我们希望今後我們會共同為人類的健康提供更大的貢獻。楊月欣呢係代表中國官方嘅，咁所以呢，我會將呢一個嘅今日我哋講完呢個 talk 咧，會擺上 YouTube 嘅。咁所以如果有一啲朋友呢係冇辦法今日嚟得到嘅話呢，你都希望讓佢 update 下我哋安理嘅地位係崇高嘅，係拍住中國政府嘅。咁就另一個好重大嘅核心伙伴嘅策略呢，就係要幫中國政府做一個中醫藥現代化嘅研究。所有嘅西方嘅數據都嫌棄我哋中醫係人嘅經驗啫，係冇數據化嘅。咁我哋就要幫助中國人，幫助中國嘅草本，幫助中國草藥去發聲，成為一個叫有數據、現代化，甚至乎咧係講緊臨床呢一個嘅研究嘅數據。第一隻產品咧擺上去國家嘅呢一個世界國際嘅呢一個期刊嘅，就係護眼精華呢一個寶明嘅一隻。咁就已經咧喺呢一個嘅大陸咧上咗一系列嘅漢本稅咧，補心、補腎、補眼、補胃、補血糖，即係眼邊降低血糖嘅行儀咧，都會上香港。咁補血啦、補呢一個氣啦、補肺嘅呢一個嘅4個國家有機認證，唔係4個地區，係4個國家嘅有機認證嘅靈芝孢子粉啦，等等。喺2026年將會9個體質嘅有機中藥全部會出晒，即係明年嘅事情嘅啫。咁好啦，喺呢一個嘅寶明呢一個嘅飲品咧，用咗足足3年嘅時間去將呢啲數據咧係擺上去國際嘅期刊嗰度，工人去挑戰，工人去咧去做呢一個嘅認可，最終認可咗咧，我哋係有呢一個嘅數據嘅。呢個數據咧係就呢3個啦。就將我哋呢一個嘅抗眼睛嘅乾澀咧67%，保持視力嘅持久度81%，抗疲勞81%，然後咧變成咗咧呢一個嘅有機中草藥第一隻產品，國際化、數據化、現代化，即係話翻天覆地嘅改變，由我哋呢一代開始睇得到。咁亦都係咧呢一個10幾年前就開始將Covid 仲未發生之前，已經將所有諗得到嘅嘢 AI 化咗佢咯喎。咁所以有一個叫神農系統，就叫做智慧破解所有本草嘅密碼，唔單止係西草本，全部都要係中草本，因為我哋要輔助個國家嘅中草藥國際化、數據化，又要得臨床嘅功效，所以呢個叫智慧嘅一個本草嘅系統，叫做神農系統。過去90年，我哋好厲害地咧110個國家咧已經知道咗呢一個嘅營養補充植化素嘅特性。未來嘅90年將會係新領域拓展，就係細胞抗衰，甚至乎一啲功能性嘅抗衰，例如大腦嘅抗衰，又或者關節嘅抗衰等等咧，都會陸續會出台嘅。2023年即係舊年，所有12個衰老嘅標誌全部出晒啦。咁就亦都係我哋未出呢一個12個標誌咧，喺9個標誌嘅時間咧，我哋已經研發得到啦，亦都係啱咗嘅領域，就係講緊咧呢一個嘅細胞嘅功能啦、細胞嘅環境啦，甚至乎咧係講緊細胞嘅 DNA， 全部分為3個板塊。咁所以我哋嘅機緣恩活咧係被呢一個嘅諾貝爾獎嘅得獎者研究蛋白質，甚至乎 top 2% 研究端粒嘅教授咧，係成為我哋嘅顧問專家。點解要研發呢一 part？ 因為有4大元素咧，令到我哋未老先衰。60歲真係唔老嘅，其實
但係咧喺見我嘅客人入邊咧，有啲保養得好好，有啲保養得非常差，甚至乎冇保養。尤其係空氣水，一啲咁重要嘅嘢，好多人都覺得多餘嘅。冷氣機係必須嘅，空氣機係多餘嘅。咁我哋講緊咧呢一個嘅快餐嘅文化，甚至乎咧呢一代如果唔學營養嘅話，係生唔到㗎。因為你食緊嘅、飲緊嘅，全部都係壓力，即係話對身體嚟講咧，全部都係壓力嚟嘅，唔係營養。唔好講我哋壓力指數有幾多，尤其香港地，所以機緣咧點解一定會喺香港大賣咧？實在係太大壓力，而佢好有效地咧可以降壓。咁就睡眠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板塊，而令到我哋衰老。衰老分4個程度，最淺層嘅甩頭髮啦、白頭髮啦、金頭髮啦，你未去白頭髮之前就灰頭髮啦、金頭髮啦。我哋發覺咧有紋啊、眼紋啊，去到精力嘅問題、疲倦嘅問題，食完就要瞓，或者係食完之後坐喺個 sofa 都係要瞌一瞌，或者頭先我見到嗰個 director 咧，佢就直頭係食完晏晝佢一定要瞌嘅，或者係7、8點咧，啲人同佢講嘢，其實佢收唔到嘅，咁就要搣大髀嘅咁即係話咧佢其實65歲啫喎，佢唔係老嘅噃。咁誒咧，第二個階段啦，由呢一度進程到冇咗生育能力啦。而家你唔係覺得20零歲、30歲嘅人好難生，其實已經老咗啦，卵巢老咗、子宮老咗、血氣老咗，成個生殖嘅能力老咗，冇咗少咗性能力或者唔強啦，甚至乎好早停經，45歲之前停經嘅人越嚟越多，去到行動力、關節力、手握力，呢個就講緊咧肌肉嘅問題。你會發覺咧，所有呢一堆由我哋講緊係嗰個越嚟越瘦弱啊，或者越嚟越食得少嘢啊，你就開始咧呈現到咧行慢咗，或者咧係呢一個嘅動力少咗。最嚴重嘅衰老第4層，感知力。食唔到嘢，聞唔到嘢，甚至乎講緊咧記憶力嚴重去衰退，去到咧認知力嘅問題。你睇唔到嘢都有問題嘅，聽唔到嘢都有係感知力嘅問題。開始有耳鳴啊，甚至乎講緊咧你個眼越嚟越矇啊，開始有黃斑病啊，甚至乎咧有白內障，呢啲咪睇唔到嘢，感知力。咁所以咧呢度係最老嘅啦，第4層啦。我哋講緊係亞洲人士咧，係越嚟越多腦退化嘅，年青人係越嚟越多生唔到嘅。呢個講緊係6年前嘅數據，所以你諗下，唔係由呢一個60歲先可以衰老啊，真真正正由20歲、25歲你就開始要補鈣啦。如果講緊呢一個嘅衰老嘅話，我希望大家咧唔好揀呢一個關節衰退先咁就因為咧行動力一減少嘅話咧或者係講緊你個活躍程度一減少嘅話咧，就好難可以新陳代謝得 fit 嘅。咁所以咧，我都好多謝 Doris 咧佢創辦咗智慧坊咧，每個禮拜每2個禮拜去教，每1個禮拜咁就教呢一個手腦協調操，甚至乎咧智慧坊嘅呢一個嘅活動。咁你諗下，60歲以上有50% 關節炎，75歲有80%，似乎咧冇人可以逃避緊呢一個命運噃。自從咧機緣因緣上升咧，我哋點解會咁興奮？因為年半睇到大陸不停咁樣 upload 嗰啲 case， 一個又一個嘅 case， 我就想我哋香港人都儲夠100個 cases。讓我哋咧喺方方面面知道咧點樣抗衰成功。所以佢最重要一樣嘢係12個抗衰標誌全部逆轉，7個鐘頭消炎36%，24小時修復到 DNA，48小時修復到線粒體。我從來冇見過任何品牌嘅產品係可以咁清晰，由7個鐘36，我覺得好奇怪。點解唔係12個鐘？點解唔係5個鐘？點解唔 round up 啲數字？
你會發覺咧，每一次你見到漢本瑞臨床人體實驗嘅數據，永遠都係23點幾啊，可能47.8啊咁樣，即係佢哋精準程度咧係我哋咧係冇辦法咧去comprehend 啦。呢個5個小分子攞埋專利組合，1+1唔係等於2，呢5隻嘢唔係等於5個效能咁簡單。一陣逐隻分子咧，同大家咧去探討一下佢嘅強勁程度。首先影低呢張相，因為佢有呢一個嘅植物嘅名啦，亦都有佢最把炮嘅植物小分子嘅名。對於我哋嚟講係外星語嚟嘅，你要不停咁原來咧鐵皮石斛咧就有呢一個嘅槲皮素啦，有盧丁啦咁。國槐咧攞佢個花嘅話咧，有槲皮素啦，有盧丁啦咁就油花酸係嚟自魚甘子啦，末食子酸啦，油花酸、末食子酸係嚟自石榴啦，最後呢一個咧就係野鷹莓，最難讀嘅咁樣。咁所以咧，我哋發覺咧呢一度喺過去呢6年去做呢一個嘅機緣一撥嘅話咧，已經攞咗2個世界嘅專利，甚至乎咧發佈喺5個國際期刊入邊。呢5個小分子嘅矩陣啊，真係好把炮，即係好似以前嗰啲 V 嗡嗡咧，又擺幾多個陣，幾多個人喺嗰度，8個人喺度，唔知咁啦，好勁嗰啲叫咩？唔記得咗啦。咁即係總之咧，就好犀利嘅呢啲咁樣嘅效果嘅意思。呢啲咁樣嘅植物咧，一定要仿野生耕種嘅，係冇得去採摘嘅，因為係瀕臨絕種植物，係受呢一個嘅國家嘅監控同埋保護嘅。我哋憑乜嘢可以做得到呢一個嘅植物嘅營養物質？就係因為我哋好用心。過去90年嚟咧，係用心去耕種我哋嘅有機西草本。今時今日用翻過去90年嘅經驗咧，將我哋有機嘅中草本攞埋酵素，攞埋益生菌去養呢一個鐵皮石斛。咁就喺6萬種嘅小分子入邊咧，淨係揀呢5種，你就知道呢5種。哇！6萬個海選嘅美女，呢5個美女係最美噶啦，或者最有智慧噶啦，美加智慧嘅話，咁就最勁嘅一樣嘢咧，就係全部可以咧量化咗驗證啦、線粒體啦，甚至乎咧 DNA 嘅穩定性。呢件事係一個好難，甚至乎咧一個好高難度嘅一個 project。透過6萬隻呢一個嘅植化素啦，7萬個傳統放製，即係真係咧呢一個嘅本草綱目全部入邊啲嘢咧都喺晒呢一個神農系統入邊，然後咧將我哋有嘅要嘅東西喺透過1000萬次，唔係1000次，唔係1萬次，係1000萬次嘅運算咧，先可以揾到呢啲植物，俾大家睇下。即係個科學家咧，佢點樣去話俾大家聽神農系統，甚至乎點樣揾呢一個嘅機緣嘅小分子。聽完佢嘅分析之後咧，你睇下點樣神速可以做到咧呢一個嘅第一隻用 AI 運算出嚟嘅薑黃素。呢度有2條片，我想大家睇嘅。神農系統是我們安利獨家研發的本草大數據智能系統，取名神農系統就是希望它能像神農嘗百草一樣，帶領我們發現植物的功效奧秘。這個系統的獨到之處呢有2個，一個是大數據，第二是智慧算法。首先大數據方面呢，我們的數據庫收集有600多種植物，這600多種呢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確保都是安全的種類。我們也對每個植物進行了解碼，將每個植物所含有的成分，也就是植物營養素都存儲到我們的數據庫裏，這裡面一共有超過6萬多種的成分，也就是說平均下來每種植物都含有100多種的植物營養素。當有了植物及其成分的大數據以後，我們就會想知道這些成分起到怎樣的效果。這個時候就是我們智慧算法要發揮作用。首先我們來看一個很形象的圖叫河流圖。這個圖最右邊呢是我們的草本，再過來就是草本所對應的植物營養素。它們這個關係就用河流一樣的曲線連接起來。那麼再過來什麼？就是植物營養素所對應的靶點。
这些靶点呢相对比较复杂，但是我们再把它进一步综合汇聚，就形成我们相应的功效机制。所以可以看到，经过我们系统的计算呈现以后，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直观的得到植物和功效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河流的流动一样轻松自然。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人好奇，我们刚刚举的例子是看植物有什么效果，那比如我想反过来，想了解特定的健康需求会有哪些植物起到效果，这里就要体现出我们神农系统独到之处。我们给它部署了双向算法，什么意思呢？就还是从河流图来举一样，一般的河流只有一个方向，但是我们有了双向算法，那我们的河流就可以往2个方向流动。比如我们想知道哪些植物和成分是抗衰老，那我们就可以从系统里面选取抗衰老这一需求，就可以运算和发现哪些植物和植物营养素具有抗衰老的功效。那像刚刚王博士提到这个植物营养素，前面在跟何丽老师沟通的时候，他也说这是抗衰老特别棒的一个成分啊。那具体说到抗衰老的话，咱们目前发现了多少种有效的植物成分呢？是这样的，对于我们系统里所含有的6万多种成分，我们都将它们与衰老的靶点进行一一交互的计算。目前第一批靶点，衰老靶点大概有200多个，因此呢就涉及到超过6万乘以200。也就是超过1000万次的大量的运算。随后我们就筛选那些对衰老靶点作用多，而且作用关系强的成分，作为我们抗衰的武器库。具体有多少种，我们暂时先保密，后续会和大家陆续揭晓。所以神农系统真的是我们的一个秘密武器，为活力焕龄抗衰平台的推出呢夯实了地基。那未来呢，我们也会推出更多抗衰的产品，从细胞抗衰、气血抗衰，再到未来的器官抗衰，都需要依赖我们的神农系统找到最好的植物成分，继而呢快速研发出有效的产品。那我们研发的过程呢，除了有效，还要强调快速，因为中国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了，我们观察到人们抗衰老的需求在迅速的增长。所以我们也需要加速推出更多抗衰老的產品和解決方案，滿足大家的需求。好啦，我哋要快速去產生咧呢一個嘅唔使着燈啦，唔使着燈，係我哋仲有條片嘅，要快速咧產生更多嘅抗衰老嘅產品啊！咁所以咧，俾大家睇下，再 back 翻一啲歷史喺 Covid 之前咧，我哋已經咧有咗神農系統，佢點樣喺 Covid 嘅時間咧迅速去產生呢一個薑黃粉，然後咧去幫助咧去有呢一個嘅Covid 嘅一個是發生在2020年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們要為消費者開發一款提升免疫力的產品。但是您知道剛才那個特殊情況，我們都隔離在家裡，是不能到實驗室裡去做相關的那些研究。我們就想，神農系統是不是能幫上忙啊？然後我們在這個神農系統的這個分析下，找到了可以顯著富集在呼吸系統以及肺氣管上的一系列的作用靶點。而且我發現這個姜黃素、甘草酸、維生素 C 這3個植物營養素可以調節這些靶點。後來疫情好轉我們就回實驗室也進行了驗證實驗結果跟我們神農系統分析的結果是高度吻合的。我抓到那個點了，就是神系它一個非常大的神奇之處就在於它很準，神準，對不對？我再補充一個神術，怎麼講？涛哥考您您猜猜，在神農系統的加持下，我們紐崔萊、甘草、姜黃、維生素 C 飲品的開發，總共花了多長時間啊？一般正常一款保健品開發差不多1-2年，然後如果它相對複雜一些，3-5年也是常有的。對，你這麼問我的話，以我多年的臨床經驗來判斷和分析，半年到1年肯定要。你可以再猜猜。再猜猜，你可以再猜猜。這董魔一嘚瑟，我再往少了點猜。他3個月，上天了吧？我們只用了56天，1個暑假都不到。那麼短時間你去追一款上市的新品就出來了。對，那它功效靠譜嗎？涛哥這個要請您放心了，這叫平時練的真功夫，關鍵時候出奇蹟這款產品上市的同一時間我們也將相關的研究方法和結果發表在了國際營養學期刊 Nutrients 上。這個用系統生物學去解釋咱們植物營養素預防病毒感染潛力的文章在2021年是入選了高倍引用和熱點論文。好厲害！
我还记得这个产品刚刚推出的时候，就特别受到我们大家的喜爱，一上市的时候就卖断货了好几次。这款产品让我真的看到了啊！所以係咪好勁啊？有咗 AI 可以神速56日可以做到咧佢認為嘅年幾2年先可以出嘅一個結果。咁而且咧喺國際咧係受咗呢一個嘅備受認可嘅。咁所以咧喺我哋6萬個營養嘅成分入邊咧，最終揀咗5個，你就知道呢5個不同凡響，仙草中嘅仙草。咁所以12個衰老標誌就係靠呢5個。24小時內就可以修復 DNA，48 小時修復線粒體。喺咸寧呢一個安理嘅全自動化工廠咧做機緣嘅，我哋一定要去參觀，因為咸寧嘅工廠會俾一殼一殼嘅機緣我哋飲嘅。佢係提前1日通知你，唔該你帶你啲樽嚟。係叫人帶樽嚟嘅，係啦，叫我哋帶樽去嘅。所以我哋 cheese 唔係蛋白粉，唔係水，係機緣。而佢咁大桶喎，2桶喎咁樣，咁就放我哋咧，可能係100人咁樣。咁就每人咧，我知道咧好誇張 ，Steve 啊、Samson 啊嗰啲咧係倒晒自己啲水咧，然後不停咁裝，起碼3壺嘅咁樣，咁係好賺嘅。所以我覺得咧，佢連包裝都費事嘅，咁就揾個大殼咁樣倒落去，咁啊費事剪包裝啊嘛，係咪先？咁但係咧喺一個全自動化，所以個速度好快，有呢一個生產線係全自動嘅，全部都係蜘蛛手去做嘅。9大仙草，我哋講緊 No.1 係鐵皮石斛，我哋識嘅冬蟲夏草係最尾嗰隻嚟嘅啫。No.1 係石斛。但係我知道阿 K 姐就煲石斛勁俾佢老公飲，所以飲到92歲咧都好挺拔咁樣。咁呢件事都係好事嚟嘅，喺而家今日咧，我哋唔使日日煲石斛嗰條莖啦，我哋用石斛花，花比莖更加有營養價值。點解叫仙草？因為生長環境非常之惡劣，週期好長，有啲係8年先開花可以採集，甚至乎咧係以佢嘅珍稀性。好難去呢一個嘅採集到啦，甚至乎佢嗰啲物質咧，次生代謝物咧係超級起死回生咁樣。咁所以咧呢個叫神秘力量。鐵皮石斛咧，我哋喺呢一個嘅無錫嘅科學家咧話俾我哋聽嘅一個最重點咧，長生不老之術就係要養陰啊，益胃生津、養陰清熱。所以我哋成日都肝火盛。抑鬱啊、瞓唔到覺啊、燥啊、便秘啊，呢啲全部都係長壽嘅大忌咯。要養陰，要慢，然後咧就要潤澤。所以咧，鐵皮石斛係最難嘅，就因為咧佢係懸崖峭壁上嘅救命仙草，亦都係咧佢個絕技咧就係佢入邊嘅含呢一個石斛多糖。甚至乎咧好多叫次生代謝物，咁就因為咧佢的確咧係一個叫好巨大能量儲存嘅一棵咁樣嘅草，佢冇泥嘅喎，佢生咗之後嗰粒種子都係任其漂浮嘅啫喎，所以佢係2級瀕臨絕種嘅一個植物嚟嘅，冇得野生採摘嘅，係非法嘅喺大陸。咁佢嘅強項咧，鐵皮石斛咧。強陰益精喎，厚腸胃呢件事係好重要㗎。所以如果而家30幾歲咧，你成日都飲凍嘢，飲到自己咧冇乜胃口嘅，消化好差嘅，總之咧又脹住啦，又有幽門螺旋菌啦。琴日我有個客先 check 咗，37歲生極都生唔到 BB 啦，即係呢一個女士嚟嘅，佢塊面全部都係粒粒嘅呢啲咁樣嘅油脂粒，再 send 埋佢老公嘅 report 俾我。就係幽門螺旋菌，就係呢啲腸胃病啊！現代人，所以如果唔學營養嘅話，揾到好多錢都係揾健康去做代價。咁就長肌肉啦、益智啦，即係放個腦喎、除經啦、輕身延年。最緊要咧，救命仙草嘅原因咧，就係以我哋現代話嘅話咧，免疫系統、免疫細胞再生、腺體分泌，無論係甲狀腺啦、胰臟啦，或者係呢一個嘅腎上腺啦。咁就抗衰老、降血壓、降糖尿，係咪好勁啊？
呢棵仙草就係秦始皇揾緊嘅嘢。秦始皇無福消受，但係呢一個嘅乾隆同埋武則天有得食。原來就係知道咧，適合就係呢一棵仙草啦。咁佢點解要食酵素？點解要益生菌？因為佢冇泥土㗎，佢長嘅時間係唔可以有泥土長㗎。佢亦都係一個唔負責任嘅媽媽嚟嘅呢棵仙草。咁所以咧，我哋嘅工作人員啦，或者我哋嘅科學家咧，係一定要俾啲菌佢咧，令到佢咧生長順利，捱過嗰啲好難過嘅日子。咁就一定咧係講緊呢一個嘅抗腫瘤、降血糖，就因為佢一啲好特質嘅叫次生代謝物，要320朵花先有一克，所以點解珍貴？佢唔係貴啊，係珍貴，係珍稀啊！佢要講緊係只係2個月嘅花期就要摘晒花，佢唔係用莖嚟做㗎，係用花，就好似我哋國槐花。第2隻仙草係國槐花，我哋揀咗國槐抗衰老嘛。所以你諗下，全部係金牌有機認證嘅呢一個嘅種植地啦，亦都係成為咗咧我哋超級受保護嘅植物。你諗下科學家點樣研發或者點樣研製到仿到佢可以喺懸崖峭壁上嘅呢一種嘅物質？呢件事係呈現喺國際嘅，唔係收埋求其是但少啲都冇所謂，唔得嘅咁樣。咁所以咧，佢就係9大仙草之首啦。野櫻梅係一個好好聽嘅古仔，就係1986年嘅時間咧，切諾貝爾核爆。嗰一年死咗9萬幾人，喺未來嗰15年死咗20萬人 ，total 係30萬人，就係呢個核輻射。咁就封關啦，4月出事，12月就要封關啦。成個城市咧，其實喺2057年咧就要解封，即係要其實 renew 啦嗰種咁樣嘅 protection。居然發覺咧，1年後嘅一個廢墟，居然長咗野櫻梅。野櫻梅呢一棵咧，即係等於咧係可以超級抗輻射嘅。我哋需唔需要啊？要。你其實住喺個輻射區嘅，知唔知大家 ？WiFi 咪輻射咯。WiFi 唔夠強，仲要買多幾個 router， 仲要幾千蚊嘅 router， 每一間房都有個 router 嘅。咁我哋係咪要抗輻射？唔好話你望唔望手機咁近啊咁樣。我哋就係一個微波爐嘅入邊住緊。咁所以野櫻梅比藍莓咧更加珍貴，佢就叫莓入邊嘅黃金啦咁。咁佢係一個 berries 嘅霸主嚟嘅。咁憑乜嘢霸主位置咧？就係憑佢嘅營養物質花青素同埋原花青素。呢2隻物質咧就係抗氧化界最近嘅呢一個嘅最珍貴嘅物質，亦都係最強大嘅能力，所以叫傲視同群嘅抗氧化物質。咁所以頭先個石斛係養陰，呢個係抗氧化。咁我哋無論係講緊心腦血管嘅病啊、癌症啊，或者一啲損傷啊、炎症啊，其實都係抗氧化不力啫嘛。咁所以而家係幫你揀選，我係 AI 幫你揀選最近嘅唔使煲嘅。你問阿 K 日日煲、年煲、月煲，唔係煲花喎，係煲勁咗嘛。咁都有料到嘅。如果唔係廖伯點會92歲啊？係咪先？有料到嘅。但係如果我哋唔使煲喎，淨係沖暖水飲啫喎，早晚服啫喎咁樣。咁我覺得咧，哇！真係好好啊！生喺呢個年代，仲要 AI 神農系統出現咗嘅年代，點樣去比較呢一個嘅藍莓同埋呢一個野櫻梅嘅抗氧化物質？如果咧你喺我 YouTube 嗰度睇過一個叫 Super Juice 嘅一個我哋一堂課啦 ，ORAC 咧就抗氧化指數，將所有嘅植物咧，包括藍莓啊、核桃啊，或者係黑豆啊，全部嘅食物咧排隊，就係攞 ORAC 咧去排列嘅話咧，野櫻梅係排 No.1 嘅抗氧化。只不過我哋冇本事去食野櫻梅啫，即係喺香港地你買唔到。咁所以咧冇野櫻梅就揾藍莓咯，揾黑莓咯，即係話藍莓、黑莓就係佢嘅代替品。但係而家有喎。咁你諗下，花青素係藍莓嘅好誇張喎，3倍，然後原花青素都係佢嘅4-5倍喎，總嘅抗氧化劑係
係講緊4倍、3、4倍喎。呢個就係佢強勁抗氧化，即係等於抗衰老、抗病毒、抗癌變。咁而家呢，因為野鷹梅唔係喺中國㗎，野鷹梅嘅喺波蘭生產咗90%，所以係一個外在嘅植物嚟嘅。對於我哋中國嘅即係保鑑啊 AI 嗰個即係本草綱目入邊咧，因為係陌生嘅，未有 track record， 所以你見到個盒話俾你聽咧，只可以食3條一日，就係因為咧中國要安全去觀察野鷹梅不嬲都係外國嘅噃，已經喺呢一個嘅無論歐洲啊叫做皇室嘅聖果係咁多年嘅咯喎，幾百年甚至上千年嘅話，但係喺中國係新物種。就係因為由我哋帶翻嚟嘅，其實由 AI 神農系統 jam 出嚟嘅話咧，即係我哋一定要去嗰度去買啲種，即係翻嚟種咯咁。所以而家咧係一個新嘅一個叫做區域咧，係讓中國去認識咧野鷹梅。呢個就係點解食3條嘅原因。OK， 咁好啦，槐樹國槐。咁就喺3000年前嘅周朝咧，就已經係講緊咧槐樹咧，就係講緊讀書人嘅一個象徵嚟嘅。咁嗰啲咧叫做好權高嘅嗰3個人咧，3公宰父咧，就要企喺呢3棵槐樹嗰度，證明咧佢嘅呢一個嘅實力啦、權力啦咁樣。咁好啦，呢一個槐樹咧有啲乜嘢嘅寶藏咧？全身都係寶嚟嘅。無論佢嘅幹啦、皮啦、樹啦、角啦、花啦，冚唪唥都係寶藏。佢係一棵古老嘅樹，最緊要咧，佢個槐花咧就有蘆丁同埋紅皮素，全部咧都係抗氧化物質好勁嘅嘢。其實我哋 Double X 有嘅，只不過咧佢將 I cell 咧係濃縮咗，甚至乎只係揀5隻最 top 嘅針對衰老嘅啫。咁就亦都係講緊咧，佢係瀉火嘅、清熱嘅、涼血嘅、止毒嘅，咁就降血糖啦、降菌嘅，咁即係消炎啦、殺菌啦、抗病毒啦。呢個就係槐花有嘅呢一個嘅營養物質。魚金子，我媽媽係中醫，唔知點解我細細個就覺得咁苦嘅嘢有咩好食咧咁樣。咁我老公喺大陸長大。我又唔知點解佢咁中意食呢啲咁樣嘅魚金子，但係我一食完之後我就擺翻低嘅。今時今日買到記住食啊咁苦都 blend 咗佢，即係話檸檬個皮苦唔苦啊？不過知道檸檬皮勁，所以就夾硬食咁解啫。但係如果你真係買到魚金子都要食係嘛？咁個原因就係越食越年青，哇正啊呢隻植物㗎嘛。咁就點解佢會叫魚金子咧？因為佢澀澀地嘅，所以咧。你單獨食呢一個嘅機緣咧，千祈唔好1千水咁樣沖得唔得？咁咪享受下佢，真係當個紅酒咁樣沖，就沖50 cc 一條嘅水，2條咪100 cc 咯，3條咪150 cc 咯，諸如此類。你唔好擺喺1000嗰度，然後分開1日咁樣飲。我想你咁珍貴嘅東西，即時入消化道，即時吸收。咁就佢回甘咧，係佢獨立飲嘅時間就會飲得出嘅。咁你好似嗒下，所以幾好喎。以後我隨身攜帶 Ringo 大哥咧逼我哋飲酒嘅時間咧，我就舉杯紅色嘅出嚟，我都飲緊嘅乾咁樣，佢乾酒我乾呢一個嘅，係魚金子嘅金咁嚟叉腰啊，佢督我啊，佢話我督佢咁咧就係我幫你解酒啊，俾條你解酒咁樣。咁係點咧？就係橙嘅20倍喎，維他命 C 咁細粒。魚金子嘅作用咧係補益臟氣、解毒、虛熱嘅風啦，或者係延年長生。去到咧講緊係皮膚嘅色斑，即係話咧我哋淡斑去斑原來靠佢就有油花酸啦，有呢一個嘅我哋叫做食子酸啦，呢啲咁樣嘅物質。佢係藥食同源，即係已經入咗咧呢一個嘅中國嘅呢一個嘅記錄啦咁啊。咁亦都係護肝嘅保護神，谷胱甘肽係一個好重要嘅護肝嘅呢一個嘅物質。咁所以就等於我哋藥物入邊嘅救急性嘅肝損傷飲酒肝所以可以攞嚟解酒毒嘅。Ringo 老師記住攞嚟解毒啦咁佢就良性咧，金苦酸啦，就入肝、入肺、入脾、入胃經嘅。
咁就甚至乎咧清熱利喉嚨啦。即係如果咧講緊係呢一個嘅咽喉上火，咩即係其實乾燥熱咯，咁你就要用呢一個魚甘子。所以如果有啲咽喉炎嘅人咧，含住先，唔好吞住，我嗰啖咧去啷下先，啷下個口先，含住咁樣。咁你當佢好珍貴嘅養命酒去飲咁樣啦。咁問題咧就係呢一個嘅石榴咧，佢嘅性係涼啦，講緊係澀啦，佢唔係涼，所以佢係溫嘅。咁問題咧，佢就講緊咧，最緊要係佢營養價值都係抗氧化嘅營養價值。咁我就想俾大家睇下中式嘅營養價值啦，睇下西式嘅營養價值。咁佢主要咧抗發炎啦，咁亦都好高嘅鉀啦，咁亦都係咧講緊係呢一個可以止屙嘅。可以咧呢一個嘅補脾嘅，可以咧通便血嘅，甚至乎咧解酒嘅。咁所以咧佢係講緊咧如果以 berries 嚟講咧，佢呢一個嘅石榴嘅水分好高，咁就攞嚟咧去瀉火嘅，即係清熱啦、解毒啦咁嘅意思。咁如果你有冇飲過新鮮嘅石榴汁啊？都幾貴嘅喎，佢榨俾你都可能40-50蚊一杯咁樣嘅。咁原來有用嘅喎，咁就原因咧就係呢一個課心腦血管啦，係課呢一個嘅炎症啦、膽固醇嘅問題啦。咁就講緊咧對乳腺有作用嘅喎，所以我哋見到咧有啲 case 咧係乳癌嘅 case 咧會飲呢一個 eye cell 嘅話咧係有幫助個乳腺結節乳腺增生咁樣。咁佢亦都對婦科好嘅喎，因為佢含維他命 E。可以去到咧4.91毫克嘅話咧，佢係好 rare 嘅。生果係唔會有維他命 E 嘅 ，suppose 係果仁先有維他命 E 嘅。咁所以咧喺呢一個嘅乳腺或者乳房嘅問題或者講緊呢一個嘅子宮卵巢咧，佢係有幫助，因為有維他命 E 喺度。咁亦都係舒緩一啲焦慮症嘅，咁就因為佢有鉀喺度。咁佢電解質咧就係呢一個嘅我哋講緊係好重要嘅一啲營養價值咧，就係講緊係佢有嘅一啲礦物質。咁就礦物質對於我哋嚟講就係補鐵或者補鉀係我哋需要嘅。咁所以咧加埋呢5個小分子之後咧，就形成咗肌原一系列嘅作用啦。抗病毒啦，即係而家我哋唔係 Covid， 可能係流感嘅病毒 work 嘅。所以陸續咧都收到啲人咧，哇1-2個信息發出嚟咧，咦我作咳我作病好快咧就搞掂咗咯喎，咁係咪有人咳嚟嘅？俾條佢咁啊！咁但係咧就降低咗血管嘅呢一個嘅通透性嘅脆性，即係話鞏固翻血管嘅彈性啦、通血管啦，然後咧防止中風啦、高血壓啦呢一個視網膜出血即係高血壓你眼壓高咧，你就會眼中風爆血即係眼睛嗰啲血啦，甚至乎咧腎病啦呢一個嘅防止一個胰臟嘅問題啦、低鈣血症啦、心腦血管嘅病、去膽固醇，咁就抗腫瘤，甚至乎咧雙向調節呢一個嘅荷爾蒙，即係話我哋男性女性。多得滯男性嘅荷爾蒙咧就會甩頭髮，少得滯女性嘅荷爾蒙咧我就會停經，多得滯咧又會有乳房嘅結節增生等等，咁佢就雙向調節嘅。咁就頭先講嘅石榴啦，係咪？咁但係咧就講緊呢一個嘅防止黑色素啦，可以美白啦、淡斑啦，去到凝血，對各種嘅病毒有抑制啦，防止潰瘍啦，所以胃潰瘍或者頭先呢個客嘅一個嘅幽門螺旋菌就幫到手。幫到個肝臟，幫到個神經系統，甚至乎恢復視力喎。哇咁就唔係小朋友唔飲得喎。恢復視力喎，你講緊10歲以內可以恢復到視力嘅話，所以而家咧我係好重點實驗緊喺我嘅細仔嗰度。如果咧6歲唔近視咧，佢就唔近視。咁就係蛋白質鈣啦。以前冇咁奢侈俾佢飲，而家都唔會咁俾佢飲咁奢侈，佢病先俾佢飲嘅啫。咁人哋咧，但係佢食緊 Double X， 即係話咧入邊呢一個嘅抗氧化物質喺 Double X 咧，我就會俾個細仔食嘅，甚至乎高血糖啦、胰島素咧，即係糖尿病嘅問題啦。呢個獎咧係非同凡響，即係話咧
淨係廣東省得 M 一家可以攞個乜嘢嘅獎呢？被表揚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表揚2024年乜嘢單位係好安全性，就表揚咗安利公司，成為咗 iCell 成為咗中國奧斯卡食品入邊嘅好重要嘅創新產品。咁所以呢，讓大家知道好安全嘅，你有咩問題都好安全嘅，可以食得到呢一個嘅產品。咁大家呢，有冇睇過呢 IG 佢點樣講機緣啊？係，咁你可以喺個 IG 度睇下。咁佢當時呢就咁樣講噶嘛。天大嘅好消息，無論想贏、想幸福、想有錢，我手上呢度有一支機緣。好啦，我唔俾大家睇，你自己去睇。我想睇，俾呢個你睇，佢點樣咧可以醫到佢嘅手痛啦，同埋點樣沖泡俾大家睇下。大家好，我琴日整親隻手啊，呢度就係因為咧，我前日踢波嗰陣時，唔知邊個扭親我隻手，然後咧我就好痛。但係我琴日媽媽俾咗2條機緣我飲咧，然後咧就好翻晒啦。我之前做唔到呢個動作同埋呢個扭得好實嘅，但係我飲咗機緣咧就好翻啲啦。我教大家點樣又唔好咁太熱，又唔好太凍，啱啱好完水。你睇下個杯變色，佢本來係棕色嘅。杯係會變色嘅，如果飲暖水佢就會變色嘅。然後咧我就倒落去啦，3、2、1。變魔術㗎嘛！呢個係50cc 佢嘅細杯仔嚟嘅。搞掂佢要搞。搞完咧會有少少紫色嘅，然後我就飲啦。我話好翻啦，唔使飲啦，俾我啦，咁你就喊啦咁樣。咁我哋啊 Iris 咧係好多謝。咁啊 Iris 嘅仔咧，咁我哋講到咁行嘅，咦可以止咳啊，可以退燒啊，咁佢咪試咯咁啊。咁佢就發覺咧，咦都 work 喎，食咗1條定2條咧，佢就降咗燒喎咁啊。咁結果咧，佢都係要睇醫生，原來係扁桃腺發炎係嘛？咁就開抗生素俾佢食1000蚊落樓。咁結果我話你有冇食抗生素啊？咁啊冇啊咁啊，都係用機緣搞掂。我話哎呀，早知咁樣冇開抗生素，你咪450蚊平啲咯咁啊，因為反正都要開呢一個要見醫生嘅醫生紙咧，去攞價噶嘛，係咪先？咁你用450蚊買張醫生紙，但係咧其實真正係食機緣㗎嘛。咁咧。陸陸續續咧就會見到咧有啲人嘅反饋咯喎，例如阿 Irene 話咧老公條脷腫咗，飲咗1條之後咧就好得七七八八，以前咧就會變到爛脷啦，痛幾日啦同埋。咁另外阿 Pansy 咧就話咧大便多咗量多咗，唔係我呢個 Jason 嚟嘅，大便多咗啦，量多咗啦然後阿 Pansy 就話減咗少少肚腩喎，點解嘅咁樣？咁人哋咧我就話我啲月經啲血先咗喎。哇！回春喎、真係，跟住我個 best friend 嘅月經量哇多到好似後生女咁樣嘅咁啊！咁我哋唔好開心住，我哋再觀察多2個月，睇係咪真嘅先咁啊！咁就因為咧，你去到我哋呢個年紀咧，50幾歲都仲有月經嘅話咧，可能開始深色咗㗎啦，可能咧少咗量㗎咯喎。咁但係咧就阿 Irene 就話咧，咦月經排咗一大嚿血塊出嚟顏色係鮮色嘅，即係血氣好咗。咁但係咧就話呢一個咧係阿 Carmen 嚟嘅，飲完機緣啲皮膚變得好靚喎，每次照鏡都忍唔住欣賞自己，就係由2月22號買飲到呢幾日啦，即係呢個應該係前日嘅一個即係 reply 嚟嘅。咁就個 facial 用咩機？其實就靠機緣修復 DNA 咁好啦。咁呢位咧就係我哋一位朋友啦，係咪新會嘅呢位？做陳皮嘛 ，Ivy 係啦，咁就佢喺度啊，係咯，佢喺邊度啊？你要你上嚟分享下 Ivy， 你自己嚟分享下。即興講啊！係就快咯，你講啦咁樣，費事我黑 sell 啦。即興分享。
大家好啦，我係 Ivy 啦，咁我做生活陳皮嘅啦。咁我食機緣嘅時候咧，第一日咧就淨係影咗正面喎，唔記得影側邊嘅。咁到第3日嘅時候，我諗唔係喎，影埋側面喎。但係其實平時咧都覺得自己啲皮膚都幾好嘅，但係一影出嚟，哇！原來都有咁多斑斑點點。咁呢個咧就影到係第11日啦。咁其實咧，我開始食機緣嘅時候咧，我都有少少擔心嘅。咁我就頭嗰3日咧就係早晚一條咁嘅啫。咁啊到第4日嘅時候咧，見到個身體冇咩反應，咁啊大膽啲就飲4條啦。咁啊早晚都各2條啦。我發覺咧，即係講真啦嚇，都有啲貴嚇，個心都有啲覺得哇，都幾貴下喎咁。但係咧，我每一日起床，再喺個鏡度睇翻我塊面咧，我就好認真，我就覺得哇，又靚咗喎，又白咗喎，唔貴啊！呢個錢值得擺落去啊，就係咁啦。多謝你啊！其實我哋做醫美咧都好貴嘅，副作用都頗多嘅。我琴日做 research 嘅時間咧，睇到好多明星啦，尤其係大陸嘅明星，即係由包包面做到而家嗰啲尖尖面啦，好紅嗰啲咧，而家就開始話俾佢聽，其實都20幾歲嘅咋。咁就嗰啲醫美嗰個副作用就嚟了啦咁啊！咁呢位咧就係阿 Mabel 老師俾我個 case 啦咁就係好嚴重嘅牛皮癬。咁佢每日食六條啊，食咗6日之後咧就發覺哇的確個分別都好大喎，炎症啦，所以我哋講緊濕疹啦，呢一個嘅皮膚嘅問題啦，甚至乎咧係講緊呢一個佢哋生蛇嘅時間都可以食嘅喎。就係免疫系統唔夠強，咁你咪要提升翻呢一個免疫系統咯咁啊。咁就我就請Cardi 嚟分享下佢嘅大髀肉腿。哇！點解俾個肉腿我哋睇㗎？一隻腳大家望下，係啊，大家好，我係 Cardi 啦。咁其實咧，我自己本身飲機緣，因為我都係想試下個效果。其實因為我本身訓練本身都 weight training 啦，咁其實我媽咪講咗呢個問題好耐嘅時候，我一直都以為我自己碌嗰啲 foam roller 碌到自己啲微絲血管爆咗，但係咁多年都冇好轉到嘅。咁我都唔知佢會唔會好啦。但係突然間咧，有一日我每日都會搽腳，突然間見到咦點解淺色咗咧？但係就係飲咗4日，每日2條就已經。然後我發現咧，上網揾一揾咧，原來唔係微絲血管爆啦，係靜脈曲張咯。係啊，即係我好核突嘅，原來靜脈曲張，即係可能當我年紀再大啲，可能做咗運動連10年20年咁樣咧，就會變咗啲青筋突晒出嚟咁樣咯。咁好彩就係即係早認識到機緣啦。咁真係透過本身自己去嘗試下，睇下會唔會有啲咩轉變，從而有個咁好嘅改善咯。係好 ，thank you。所以咧 ，Cardi 20幾歲啫喎，佢都要食嘅話咧。就係你諗下，原來 everywhere 咧都有一啲嘢可以改善嘅咁啊！咁就我哋邀請阿 K 嚟講下咧，佢同佢老公即係呢一個嘅一個係扭親，一個係玩剪手指咁啊！嚟阿 K 嚟，剪手指啊 K 住先。好，呢度。大家好啊，我叫阿 K 啊。咁啊，過年嗰陣時咧，因為好忙啊，咁我話去買辦年貨啦。點知喺中環嗰度咧，咳一咳成個咧就好似生魚咁啊，搭咗喺度。搭咗喺度之後咧，個個都話要扶我起身，我話唔使，等我休息一陣間就冇事。咁啊起到身，咁當時咧就唔係即係扭親下隻腳啊，搭親下個 pat pat 嘅啫。咁啊，因為下晝咧我就應承咗 Anne 老師去佢屋企開家聚。咁啊去到 Anne 老師屋企，佢睇見我做咩咁蒼忙啊個樣，咁佢咧就即刻咧話俾佢聽我跌親啊，扭親隻腳，咁佢即刻咧就俾咗啲唔知咩我飲啊，原來後尾佢話俾我知係機緣，咁啊跟住又俾咗一大扎嘅維他命我食，咁啊食完之後咧，咁我都覺得都冇乜嘢喎咁樣，咁啊自己翻屋企啦，咁我連落到去下邊想坐小巴翻屋企。上小巴我隻腳都好痛，根本就係上唔到乜滯。咁跟住咧就翻到屋企啦，翻到屋企又點咧？因為屋企得我哋2個人，同埋我個老公2個，真係我隻腳好痛，瞓喺張床度連踢一踢張被我都踢唔到。咁我話點算咧？咁好啦，不如我哋打十字車，叫十字車啦。咁我咧就打咗十字車嚟到，我都上唔到架十字車。嗰個我就問嗰個救護員，我話做咩？點解頭先我唔痛，而家我會咁痛㗎？佢因為嗰陣時你皮質醇高，所以就係唔痛。
事後咧你就會覺得好痛㗎啦。咁我好啦，咁啊去啦，咁跟咗佢扶咗我，即係兩個大隻佬扶咗我上個嗰個牀嗰度，跟住就送咗我去聯合醫院咯。咁去到聯合醫院咧，咁就都係冇咩搞，咪叫你坐喺度等咯。咁你知啊，我個人咧就比較係好倔強啊，我又唔中意麻煩人嘅，所以我任何人我都冇話俾你知我入醫院啦，去咗急症。咁可能 Annette 老師同阿 Samson 講：喂，你媽咪跌親喎，好唔掂喎咁樣。咁啊 Samson 打電話猛問我啦：你喺邊啊？我而家嚟揾你啊！我話唔使啦，我都就翻屋企㗎啦。咁同佢講，其實我已經喺醫院咧就坐咗4個鐘頭。佢揾到我嘅時候咧已經係11點幾。我喺醫院嘅時間咧，我想去廁所，我根本係去唔到廁所。我已經拎埋支拐杖，我都去我都去唔到廁所。咁咪要揾邊個幫我？根本冇人可以幫到我，咁我自己躝咗去廁所，哇！真係好痛嗰隻腳。咁啊去完廁所之後咧，見到 Samson 我又坐翻喺度啦。咁見到我嗰時，咁佢話：喂，不如我哋睇你點樣啦？你坐咗咁耐都見唔到醫生，一係走啦去睇私家啦咁啊。咁我話：喂，唔得啊，我都要去廁所一次啊！我自己嗰時可以行到去，即係躝到趌到好比頭先好咗好多，可以去到廁所咯喎。去完廁所之後咧，咁佢就話：照計睇你隻腳就冇乜事嘅，如果你即係跌斷骨咧，你就一定係行唔到噶啦。咁我係咧，因為太夜啦，我又唔捨得佢陪我咁話，我話好啊，不如我哋走咯咁啊。咁啊好啦，咁啊走啦，咁啊走咗。佢睇見我當時咧就係可能同 Annette 老師講話，俾咗啲機緣我。第二日佢咧就送咗啲機緣嚟俾我，就同我講你要食機緣啊咁。咁我隻腳咧就跟住咧就好啦。咁佢話你不如都俾埋老豆食機緣啦。咁好啦，咪一齊食啦。佢既然拎到嚟啦，咁啊早幾日咯喎。咁我老公咧就好中意做嘢㗎，我諗佢啊。咁啊買啲栗子翻嚟咯喎。佢話要剪咗個殼咯喎，拎把鉸剪。我話你剪殼，你剪埋你自己嘅手指啦咁啊。點知真係就剪埋隻手指，咁剪咗手指咧真係好深啊個傷口，當時真係好深，好耐都止唔到血，我幫佢撳咗好耐都止唔到血。咁我後尾止到血嘅時候咧，我哋去瞓覺啦咁。第二日咧就幫佢睇睇隻手咧，嗰啲傷口咧好快已經係收咗乾咗水咯。第二日我再幫佢即係洗傷口嘅時候咧，咁佢啲傷口咧已經真係埋得七七八喎。過咗2-3日咧，我再幫佢睇隻手指，根本就係揾唔到佢傷口，所以原來真係好多謝阿Annette老師同埋阿 Samson 咧，即係教我食呢個機緣，咁所以而家咧就可以喺呢度做一個見證啦。多謝。我覺得好神奇咧，就係等夠7個鐘之後咧，就唔使睇醫生就走咗咯喎，佢話唔痛咯喎，初又話踢被都踢唔到咁啊。咁人哋咧，佢老公係有糖尿底嘅喎，如果咁深嘅傷口嘅話，好難止血嘅喎。阿廖伯企起身啦，我知你怕醜，企起身俾人哋鼓掌下先。92歲，咁啊唔好再跳皮啦嚇，幾好嘅機緣，咁唔好剪自己唔該。咁所以咧，由嗰陣時黑黑地啦，去到呢一個嘅我哋講緊好翻晒，佢我都覺得好出奇啊！3日後我問佢，而家你好成點啊？佢話剩翻2% 咋，我話嚇咁快嘅咁啊！咁就的確咧係呢一個機緣咧，同埋呢一個蛋白粉咧營養素有關。我想大家咧就係睇下點解可以用機緣嚟減肥成功。On top of 我哋任何食緊嘅蛋白粉啦，或者係呢一個 Q10 啦等等，咁就主張咧。佢可以提升基礎代謝，點解？就因為咧，機緣可以修復線粒體48個鐘頭之後。所以如果你平日咧壓力好大嘅人，夜晚黑瞓唔到啊，甚至乎講緊係呢一個嘅點樣去做你要減脂嘅狀態咧，都係麻麻地，就因為未提升到基礎代謝。咁就呢個咧係必須要咧，我哋用修復到線粒體先得嘅。咁佢48小時就可以修復咯咁。咁人哋咧就我哋可以降低皮質醇嘅話咧，製造腹部嘅脂肪會少好多。頭先你聽到阿 K 姐就話點解驚嗰下唔痛，驚完之後就開始痛啦。咁就係如果救命嘅話咧，醫院都會打皮質醇，即刻急救嘅時間。所以皮質醇咧唔可以成日都用嘅，
你飲咖啡啊、飲酒啊，或者係食一啲嗨一啲草啊嗰啲嘢，冚唪唥都係提升皮質醇嘅。咁反而咧，機緣係降低皮質醇咧24%，甚至乎咧降低我哋咧環境嗰個我哋叫做發炎嘅環境，無論血管啦，或者係講緊肝臟嘅發炎嘅狀態咧30%。咁所以咧呢度咧一降低咗皮質醇咧，減肥就會成功。生產消脂嘅激素更加多，就嚟自瞓覺嘅狀態好咗。你諗下42% 嘅睡眠深層咗之後，或者係講緊一個嘅好瞓咗之後，有好多人飲完機緣咧都係話好瞓咗嘅，深層咗嘅。咁就呢一度咧就令到消脂嘅荷爾蒙咧可以分泌多咗啦。咁呢個咧就係點解可以輔助到咧呢一個嘅消脂嘅。如果你咧一開波講緊係已經到而家咧已經行咗好多個 round 啦，但係咧都係好困難肯定呢啲嘢咧你係未揾到或者未食足夠嘅營養素。咁就 Open Day 有邊個做咗呢個 test 啊？Cardi 都喺度做呢一個嘅講解員嘅。邊個未做？邊個做過嘅請舉手。呢一個嘅 stress test， 我係有要求咧，公司咧係長期擺呢部機咧俾我哋去檢測嘅，因為都市人咧實在太恐怖啦，啲即係講緊係壓力。咁Francis 做咗啦，我做咗啦，哇！我哋啲壓力指數都好高喎。咁就如果譬如越高嘅數字咧，咪越高嘅壓力指數咯。咁你要睇下你自己夠唔夠抗壓力喎，咁啊有幾攰啦，有幾疲勞啦，或者係啲器官有幾差啦。我就發覺咧，叫咗啲 team 去做咧，個個都係 very high，very high。呢個係一個 normal 咋，唔知呢個係咪阿 Louis 咧？係咪你嚟㗎 Louis？normal 嗰個係咪你？咁我想大家咧俾個掌聲阿 Louis 咧，就係因為咧，所有呢啲片咧，Andy 老師係唔識 download 嘅。我琴日凌晨2點咧，不停咁掟片俾佢，咁佢就全部 download 曬俾我。咁我好多謝佢啦，即係 anytime 可以 assist 到我咧。做 research 係最難嘅，所以 Mabel 老師問我幾時交 PPT， 我話我盡量咁，做到頭先1點半先交。咁very high 啦，個個都 high 啦，係咪73、68？我記得我仔都係73嚟，好似呢個係我仔嚟嘅 Hanson， 19歲都未夠20歲，佢 very high 嘅。咁所以咧，機緣要唔要飲？快啲揾多啲錢飲多啲啦。咁就講緊係慢性嘅炎症咧，就係我哋而家經歷緊，而令到我哋咧係食多咗營養素，食多咗蛋白質，食多咗 B 啊、C 啊、鈣啊，甚至乎咧呢一個 double X 都唔燒到脂嘅，因為攞晒啲營養素攞嚟去消炎先。咁that's why無論我哋脂肪肝啦，或者我哋係血管啦、心臟啦、肺啦，或者關節咧，都係要健康咗先可以減脂肪嘅，大家要記得。炎症要冇晒先可以去 proceed 減脂肪，呢個就係身體嘅機理嚟嘅。所以當個炎症未消，好大壓力，好高腎上腺素係冇得減脂肪嘅，大家唔好咧僥倖心理嚇。咁 that's why 咧呢一個粥樣硬化嘅血管啦，或者關節炎啦、肺炎啦、脂肪肝全部可以臨床實驗咧係可以喺我 part 1嘅時間咧睇得晒。點解可以做到呢一個嘅效果？咁我以下咧就想請咧呢一位嘅Johns Hopkins 嘅 Master 嘅呢一個嘅基因組學 Melissa， 再加埋咧佢喺加拿大 UBC 咧營養嘅 degree 咧，去分析一下市面上咁多個抗衰產品，究竟點解 iCell 佢覺得係佢欣賞嘅，或者佢係欽佩嘅？有請 Melissa。分享深度少少，我哋再分享下機緣呢個產品，然之後咧我哋再做少少嘅比較，好唔好？係啦，咁我就其實咧呢隻產品咁新咧，我都用咗啲時間啦去研究佢入邊嗰個植物嘅小分子啦。咁因為我以前讀書咧，我就讀英文嘅，所以咧嗰啲分子嗰啲中文名咧，
我一來就唔識讀啦，二來就唔知係咩嚟，佢從來都未見過。咁但係咧，原來我翻譯翻做英文嘅時候咧，就原來咧發覺其實咧呢10幾20年咧都已經做過無數嘅研究，係啦，去睇翻呢啲小分子，其實佢哋嘅數據咧嗰個 backup 咧係好完善嘅。咁然之後，我發覺原來紐崔萊將啲咁強勁嘅5隻植物嘅小分子再擺埋一齊，再攞咗一個專利，佢哋嘅協同效應咧，其實係更加強大咯。即係好似譬如我哋食嘅 Q10 啊，我哋嘅薑黃啊，都係複方係咪？其實就係因為要小分子互相去影響，互相提升大家嗰個能力啊。咁所以我最讚歎嘅就係我哋用咗臨床嘅數據啦，亦都組合咗呢一個基因啦，同埋營養科學咧，先至調配到一個咁犀利同埋咁全面嘅抗氧化飲品。我又撞錯方向。好啦，咁以下咧，我嘗試唔好太複雜，簡單地首先解釋咗5隻分子入邊，佢哋喺基因同埋呢一個叫做細胞層面啦，嗰個修復嘅機制究竟係點樣樣嘅？係啦，嗰個最基礎嗰個能力喺邊度？然之後咧，我哋去比較一下點解我哋同市面上出邊其他嘅抗衰老產品點解我哋會更勝一籌咧？係咪 NMN 大家都聽過啦？跟住有其他好多啊，美容啊、醫美啊各樣嘢啊，幹細胞啊各樣嘢，其實我哋都已經聽過好多，亦都可能花過好多錢㗎啦，在座去試過呢啲嘅產品。咁我哋去比較一下，究竟點解我哋會有優勢嘅咧？然之後再比較下價錢喎。原來咧，我發覺咧，真係親民價嚟嘅，基源呢一個飲品係好值得大家去投資同埋去嘗試。然之後再了解一下喺呢一個科學嘅層面上邊，點解呢個產品喺市場上有非常非常之大嘅優勢。咁亦都希望幫到你出去介紹呢一隻產品嘅時候咧，我哋更加清晰地咧可以同到我哋身邊嘅人分享啦。咁嗱，5大嘅小分子啦，係咪？我哋就由呢一個植物入到去佢入邊嗰個含量啦。咁全部咧都喺細胞同埋基因層面做到修復同埋保護嘅喎。咁首先咧就係橘皮素啦。咁橘皮素佢首先最大嘅作用咧就係清除咗我哋身體入邊嘅僵屍嘅細胞。我哋叫呢做僵屍細胞咧，其實就係因為佢已經老化咗，佢其實已經冇功能㗎啦，佢喺度腐敗緊嘅。咁佢哋除咗冇用之外，其實佢哋會影響咗佢哋周邊健康嘅細胞。佢哋會不斷釋放啲炎症嘅因子啦，去傳染埋隔離，令到隔離咧都加速佢嘅衰老同埋腐敗嘅。咁啊，所以就壞分子啦，係咪？我哋就要咧加速咁樣清除咗佢。咁清除咗佢之後，我哋得到嘅就係減低咗我哋身體整體嘅炎症啦。咁減低咗呢一個炎症咧，其實就係預防咗我哋頭先講過好多嘅慢性嘅疾病啦，例如關節炎啦、心血管嘅疾病啦，咁全部咧都係因為我哋身體入邊咧太多呢啲老化咗嘅僵屍細胞去互相影響啦，係啦，咁所以就要幫自己清咗啲垃圾先。咁跟住咧，我哋就講油花酸啦。油花酸咧，其實佢會激活咗咧呢個叫做 NRF2 嘅通道咧，其實係我哋身體入邊咧一個抗氧化嘅總開關掣嚟嘅。我哋激活咗佢之後咧，身體就會釋放好多抗氧化酶啦，去幫我哋咧大減低身體入邊嘅自由基，然之後迅速去修復我哋 DNA 嘅損傷，係啦。咁所以我哋要有呢一個分子去激活呢個通道咧，我哋先至咧可以減低DNA 損傷之後再帶嚟嘅種種嘅傷害咯。咁另外咧，佢亦都保護咧我哋呢一個膠原蛋白嘅喎，咁啊令更加鞏固佢哋嘅結構啦。油花酸咧，亦都會幫我哋抑制紫外線對我哋皮膚產生嘅老化，係啦，咁啊令到我哋防止我哋嘅皮膚嘅鬆弛啦，減低咧色斑啊同埋皺紋嘅形成嘅。咁跟住呢個紫車曲素糖苷啦，好長呢個名，係啦，咁佢嘅主要功能咧就係提升翻咧我哋線粒體嘅健康嘅，提升翻我哋嘅能量嘅代謝啦。咁另外佢亦都有一個功效嘅，就係咧縮短咗我哋端粒嗰個減慢嗰個程度，係啦。咁端粒咧其實係我哋染色體嗰個保護帽嚟嘅，係咪？咁呢一頂帽咧，如果佢縮短得好快咧，就會縮短咗我哋細胞嘅壽命啦，係咪？即係其實佢去到某一個位 DNA 開始損傷咧，嗰個細胞就會開始凋謝。
咁但係有咗呢一個分子咧，去保護咗端粒嘅時候，減慢佢嘅縮短咧，相對咧就係延遲咗我哋細胞嗰個壽命，令到每一個細胞都更加健康地去長壽地去活着咯。咁蘆丁啦，蘆丁就係一個非常之強嘅消炎抗氧化嘅成分嚟嘅。咁佢亦都會啦穩定我哋膠原蛋白嗰個穩定性啦，亦都係防止皮膚嘅鬆弛啦。咁亦都會提升咧血管嘅彈性啦，就係會預防咗呢一個動脈嗰個硬化嗰個狀態嘅。跟住最後就係活性子酸啦，佢咧係會抗糖化，佢會抗菌，亦都會抗腫瘤嘅。咁佢亦都係啦一個非常之強勁嘅抗氧化作用啦。佢亦都咧有另一個好特別嘅特點，佢就係會幫我哋咧維持呢個叫表觀遺傳嘅年輕化。咁係咩嚟嘅咧？表觀遺傳咧其實咧係我哋點樣演繹我哋嘅基因係啦。咁我哋遺傳咗我哋基因，我哋基因碼就唔係成日都會變啦，唔會咁容易突變噶嘛。咁但係我哋可唔可以100%去演繹到我哋基因帶俾我哋嗰個潛能咧？其實就係好靠咧呢個表觀嘅遺傳嘅穩定性。係啦，咁你保持到佢嘅穩定咧，我哋嘅基因就可以100%嚟表達。但係我哋保持唔到佢嘅穩定性，我哋細胞衰老咧，就有好多嘢都表達唔晒100%，即係你嘅潛能啊，我哋激發唔到你100%潛能，或者你曾經後生嘅時候激發到，但係因為年紀大、炎症多、其他嘅問題多，你嘅 DNA 受損，你嘅端粒又越嚟越短嘅時候咧，我哋嗰個潛能就會越嚟越下降。咁我哋咧原來咧都可以咧減低呢一樣嘢喎，就可以改善到啦。咁所以就係啦，佢哋呢5樣小分子加埋一齊，再會協同地提升大家嘅效率。咁我就會叫呢一個咧叫做細胞嘅維修兵團啊，係啦，因為每人都做佢哋每一個人都有佢哋少少嘅崗位，但係佢哋合作成為一齊就係成為一個兵團啦。好啦，而家比較下啲價錢，睇得清唔清楚先。好，首先機緣啦，我哋知道啦，860蚊一盒係咪？佢嘅功效咧，其實就非常之多嘅。其實褪咗少少。嗱，修復我哋嘅 DNA 啦，保護我哋嘅端粒啦，消炎抗氧化啦，抗腫瘤啦，呢啲全部咧都係機緣帶俾我哋嘅效果，亦都係非常之多層次啦，同埋非常之全面啦。效果咧係長久冇風險，安全係咪？一日1至2杯。咁跟住我哋睇下其他嘅產品啦，已經喺市面上有嘅產品包括 NMN 啦。咁其實一般咧都要成2000蚊咁樣一樽嘅一個月係咪？佢哋有一個功效嘅喺呢度，提升咧我哋 NAD 加嘅水平。咁 NAD 加係咧激活咧2個長壽嘅蛋白啦。咁佢主要就係都係修補線粒體同埋 DNA 嘅修補。咁但係咧佢咧係因為佢要影響到佢，先至再可以影響到我哋其他身體嘅狀態。咁佢會其實個風險喺邊度咧？佢會引發到咧呢個 NAD 加嘅波動嘅，即係有時會高，有時會低。你有食嘅時候就突然間提升，咁佢就幫你做嘢啦。但係你一唔食咧，你係會跌咗落去一個低潮。你一跌嘅時候咧，你身體嗰個衰老狀態係會加速嘅。係啦，咁其實佢就唔識得幫你調節啦，係咪？你有食嘅時候佢幫你提升，你唔食就冇。咁但係咧，研究顯示咧，機緣入邊嘅小分子咧，其實佢係會參與去幫你調節 NAD 加嗰個水平。咁所以就係一個非常好長效嘅意思，就係咁解啦。好啦，幹細胞治療好貴係咪？最少都幾萬蚊啊，跟住去到就幾十萬。同埋咧，你都要持續性地去做啦，唔係做一次就夠啦。刺激你嘅膠原蛋白，咁其實都係好表面地去幫你去提升翻。你望落去嗰個年齡好似後生咗，咁但係佢個風險喺邊？第一就係佢有感染嘅風險啦，因為係注射啦。第二個風險咧就係其實係會導致你本身嘅基因唔穩定嘅，因為你打咗啲外來嘅幹細胞，嗰個唔係你自己嘅幹細胞。咁嗰個風險就好難去預料啦，你唔知你嘅身體究竟點樣去 react to 呢一件事，係咪？咁另外啦，醫美嘅療程呢個我以前都成日都做嘅，因為我覺得都幾有效嘅。以前即係做完 HIFU 啊，打完 Othera，哇真係緊緻咗喎！人哋見到我都覺得我後生咗，係咪？
咁但係咧好痛係咪？痛到我而家都唔在，我覺得俾錢買難受都係唔好啦，係啦。咁但係同埋咧。個效果係非常之短暫啊，係咪？半年啊，或者9個月啦，頂多咁其實就打回原形啦。即係你個樣冇老咗，都已經好彩啦。咁啊變咗好似話，咁你真係咁你不斷地咁樣去長線投資，跟住又要捱痛，咁我都覺得其實唔係好抵嘅，所以我都之後都唔再捨得去做呢一個療程。咁我哋就比較咗啦，呢一度咁多係咪嘅抗衰老嘅方法？係咪大家覺得機緣其實係最親民、最安全同埋最有效？係咪啊？係啊，其實係完全冇風險嘅，所以我都覺得好犀利呢個產品。咁所以去到尾啦，其實呢一隻產品集合咗咁多嘅植物因子。首先大家要知道，其實全天然咧係最緊要嘅，因為我哋本身都係需要植物而生存。我哋揾到啲咁有效、咁 powerful 嘅植物，我哋其實係應該要更加去珍惜啦、去用啦，同埋去分享，同埋最緊要係自己做翻一個見證咯。其實都真係要自己感受到佢嗰個益處，我哋先至可以咧全心全意咁樣去分享噶嘛，係咪？咁呢啲嘢就冇得呃噶。咁我最讚歎嘅其實都係喺基因嗰個組學上面啦，同埋營養科學嘅配合。咁亦都好感激公司原來真係咁前瞻嘅，係咪？用咗之前嘅90年去鞏固咗我哋喺營養科學上面嗰個地位。然之後哇，跟住就再去抗衰老，其實就冇得輸噶啦，係咪？我哋打好咗個底，然之後哇，再越嚟越後生，越嚟越健康。其實呢一樣嘢嘅配合咧，先至係最完美嘅，係啦。咁所以係啦，除咗飲機緣，我哋都要記得咧，我哋要補充翻我哋基礎嘅營養，係咪？知道自己身體最需要嘅係乜嘢，我哋打好咗個底線，然之後再錦上添花，咁先至係最完美咯。咁所以就希望我今日講嘅唔係太複雜啦，係啦。咁我分享去到呢度，咁都希望大家去多多欣賞呢個用心嚟。Thank you, Melissa。頭先咧，佢就的確有 compare 咗咧嗰個價格，咁就琴日有個客話俾我聽咧，佢有個朋友乳癌嘅，咁就每一年咧必須要去美國1個月，應該係做幹細胞治療，每一次係花費100萬，做咗10年之後，佢睇完個小朋友畢業之後，佢話我唔捱啦，我唔想再去啦，結果佢就死咗啦。咁即係話咧，佢總共喺呢10年花咗1000萬以上啦。每一年咧係100萬住喺美國一次1個月啦咁所以咧上集我哋講到咧 Brian Johnson 咧億萬富翁點樣用佢嘅錢同埋嗰30人嘅科學團隊咧，令佢買翻5年幾嘅壽命啊嘛。咁就Melissa 講得好啱，我哋可以咁平民，可以咁普及，可以做到呢件事咧，的確咧係感謝呢一個紐崔萊公司。咁佢就一定係矢志不渝噶啦。對於抗衰，對於人類嘅健康，甚至乎咧係呢一個嘅國際嘅一個去推廣㗎嘛。咁就喺呢一度一個豆咧，的確可以抗衰咧，係喺過去90年咧研究咧，佢用咗真係好多嘅篇幅同埋大量嘅人手。咁最近咧喺22年嘅時間咧，我哋嘅科研天團咧就同新加坡大學咧去做咗一個研究咧，係關於植物蛋白質嘅消化吸收，同埋同益生菌嘅協同效應，同埋藻類蛋白、全植物蛋白出嚟，究竟咧係有啲乜嘢嘅抗衰我哋延長壽命嘅一個狀態。結論咧就係、提高豆類攝入嘅意義係對抗衰老相關嘅線粒體功能障礙同埋身體衰退嘅新嘅策略。一粒豆原來咧喺哈佛大學咧係已經研究到咧可以延長我哋壽命咧係20到40% 嘅。咁所以咧呢一位杜君博士咧同頭先嘅黃飛傑博士咧，我哋會去無錫基地嘅時間咧，你一定都要同佢打卡。呢班咧都係世界級嘅人馬，影響住未來咧100年嘅一個人類嘅一個基因壽命。
咁所以呢一位咧抗衰老嘅一位作家，豆類喺長壽地區具有至高無上嘅地位，係全世界每一種長壽飲食嘅基礎。豆後邊嘅力量點解會咁神奇嘅咧？咁就係講緊咧呢一個線粒體喺豆類，我哋講緊係植物嘅蛋白，係可以影響到頭先 Melissa 講嘅個基因嗰個表達係正常啊，定係變態啊、變異嘅基因表達。咁甚至乎咧係因為我哋去研究植物嘅蛋白，因為我哋蛋白粉90年啊嘛。植物呢一個蛋白粉喺同類期刊嘅排名係3%以上，係 top 嘅呢一個嘅 research 啦，同埋結果啦咁啊。所以喺豆入邊，我哋點樣可以攞到佢嘅雙肽蛋白？我哋嘅蛋白粉咧已經係耳熟能詳，你可能食緊6殼，可能食緊8殼一日。我想大家咧去認識雙肽蛋白嘅威力。咁好啦，第一件事咧就係喺呢一個頭先我哋有講嘅，喺安理大陸有個全民健康大會喺 CCTV 直播噶嘛。咁就期間咧已經宣布咗咧，原來我哋 clinical 嘅 nutrition 嘅 study 入邊咧，已經係由我哋呢個科創中心咧係出咗一個研究嘅論文，即係呢啲叫 PhD 嘅論文啦，係咪？植物雙肽蛋白營養補充對肌少症膝關節嘅呢一個嘅人嘅影響，尤其可以舒緩到咧係中度關節炎嘅老人家。頭先我哋講緊起碼80%，即係50%至80%嘅人咧係受住肌少症，係受住關節嘅影響。咁所以呢一個雙肽嘅蛋白粉點樣可以增強肌肉嘅力量、質量同埋體能嘅一個增加咧？咁啊，連續食12個禮拜，即係講緊係3個月啦，係咪？咁好啦，雙肽嘅蛋白粉咧就我哋叫關節嘅蛋白粉，亦都叫玻尿酸嘅蛋白粉。佢入邊當然係有齊我哋蛋白粉入邊嘅大豆啦、小麥啦、豌豆嘅呢一個嘅基礎營養啦。佢甚至乎咧攞埋雙肽蛋白同埋咧呢一個嘅玻尿酸。咁係咪咧有關節炎嘅人先食咧？我就答案就唔係，因為我哋想減脂肪嘅人都要食。甚至乎咧佢嘅吸收量咧係更加比呢一個嘅原味嘅蛋白粉咧要高、要快、要多。咁就呢一個叫雙肽，雙肽可以咧足足提升28.5% 嘅肌肉合成。當我哋飲緊雙肽蛋白粉嘅話，28.5嘅肌肉喎，有肌肉咪燒脂快啲咯。所以喺我哋而家全民咧成個政府要推動呢一個嘅消脂體重管理嘅時間咧，你就用上雙肽蛋白。咁但係如果你增肌，你都應該用雙肽蛋白喎，因為我要多啲肌肉啊嘛，咁樣我太瘦啦，或者係咁好啦。佢就研究咧雙肽嘅肽係嚟自大豆肽同埋豌豆肽。原來喺3:1嘅份量，定係2:2嘅份量，定係1:3嘅份量咧？3:1咧係最高嘅，足足咧可以提升47%。繼而就令到我哋二頭肌上升嘅重量22%，運動嘅能力28%，肌肉嘅維度我哋想個小腿肥啲，我哋想個大髀肥啲，123%，唔係脂肪肥，係肌肉啊！咁你諗下，有咩人群係唔需要肌肉呢？我減脂又需要，我瘦得滯又需要，甚至乎咧我肌少症嘅話，咁所以咧3:1嘅呢一個黃金比例咧，就最適合我哋而家香港人咧，又喐得少，又呢一個嘅講緊又想減肥，又想增肌，又想體態嘅話。咁今日咧，大家咧就好賺啦，所以咧轉一個蛋白粉咧，係你可能有不一樣嘅呢一個嘅體驗啦。尤其喺而家比賽4月幾就要上榜啦，大家勤力啲唔該。咁人哋咧就係只要減到15公斤以上，你就入到3甲嘅咯。一定有人有15公斤嘅 quota 嘅。咁今日有個彩蛋咧，就係不同凡響啦，就講緊線粒體。咁呢個線粒體咧，就係我哋細胞入邊嘅發電廠啊嘛。500至800粒嘅線粒體咧，係要用呢一個 Q10嘅。
咁我就邀請咧呢位 Q10 皇后咧嚟去分享一下點解佢食咁多 Q10。喺機緣未出世之前咧，佢係我哋嘅逆齡皇后。咁就講緊咧係呢一個嘅佢喺7-8年前，我哋 Q10有呢一個嘅知識以嚟咧，佢就只有加冇減嘅。大家覺得食幾多 Q10 係合理嘅每日？以你嘅經濟狀況，唔係講緊你嘅知識面，係講緊經濟狀況。4粒一日啊？4粒一日。好，咁我哋有請阿 Doris 匯豐銀行前總裁，67歲攞世界拉丁球冠軍嘅 Doris， 我哋智慧坊嘅創辦人，你講下 why、how many？ 嚟。認識我嘅朋友，好耐冇見。哇！我都話好耐冇見，其實都唔係幾耐啊，3年到啦，係嘛？3年到啦。咁今日呢個咁有意思、咁有意義嘅講座咧，我一定嚟捧場啦。嗱，佢話我係 Q10 皇后，咁啊講個故事俾你聽。你哋估下我而家食緊幾多粒？20。仲有咧？20，梗係聽過我以前講20，唔止啦，唔止20啦。嗱，呢個係一個故事嚟嘅，係一個我真係我覺得我人生咧充滿故事嘅。我係咪有 PPT 㗎？我冇㗎係嘛？哦，咁你唔使俾我揸住呢個。嗱，我個故事咧長話短説啦。我係2016年開始認識柳崔萊，2016年差唔多10年啦，係咪？10年啦。咁我就唔啱咁啊去做個身體嘅測試，唔啱就食咗啲營養素咯，唔啱我發覺真係好正喎嚇。咁嗰陣時開始咧，冇你哋咁幸運啊，邊有咁多種類？而家你哋好彩啦，有呢個，而家你哋有呢個。如果早10年有呢個我就正啦。所以年輕過我朋友，我唔理你1歲好幾多歲好，你哋咧發達啦，快啲食，快啲。呢個人係救星嚟㗎，我同你講，我哋唔係講個樣子，我哋唔係講你，唔好講你有幾長命先。最緊要，我成日同我啲學生講咧。最緊要係乜嘢？我哋每日要活得咩啊？精彩啊！哇！咁快精彩？唔係，好簡單，唔使精彩嘅，係咩？唔係健康呢條有啦。咁你有健康，你有咩咧？開心啊！嗱，我自己嘅經驗話俾我聽咧，每日活得自在啊！哦，好簡單兩個字，自在。自在係乜嘢啊？我每日起身，好爽喎，係喎，好爽喎！我想去做乜嘢，我係有能力去做喎，咁樣係咪自在啊？嚇，未到健康啫。嗱，健康咧，我哋諗住要長壽，我哋啱啱先講，你有呢個咧，你就有噶啦嚇。好啦，我個故事係咩咧？咁我食柳崔萊嘅時候咧 ，Q10 我講翻 Q10 先。Anita 就問我啦，我哋皇冠大使有一日，咁即係2017-18度咧。佢話：你食幾多粒 Q10 啊？咁啊，我話我食9粒啦。嗰陣時我食緊9粒，點解咧？哦，原來線粒體又咁勁嘅喎，嚇咁犀利喎！我個心臟咧細胞啦，我成個啲細胞嘅動力喺邊度嚟啊？哇！原來嗰粒 Q10有乜嘢啊？嗱，我考下你哋 ，Q10裏邊有咩啊？有 Q10，仲有乜嘢？4兄弟係咩4兄弟啊？左旋木架。嗱，我冇準備講咩㗎今日，不過我喺呢度，實在太好啊呢樣嘢。嗱，牛黃酸。有咩啊 ？Q10，左旋肉鹼仲有咩？快啲講。氨基乙黃酸。牛黃酸仲有咧？金骨生物類黃酮嗰啲4兄弟啊！發夢都記住4個名嚇，你出邊睇嗰啲咧，淨係得 Q10呢樣嘢嘅啫喎。你出邊買啲名牌子啦，買廣告嗰啲咧，得 Q10呢樣嘢夠唔夠咧？唔夠。
四兄弟加埋嘅功力先俾到你點啊？你個心臟、你細胞嘅動力嚇、好。Anita 話講翻去，佢話我食9粒 ，Anita 話我食12粒，佢食12粒喎。好啊，我跟你，好似玩嗰啲咩 show hand， 我跟你，我又食12粒，食下食下又好啲喎。嗱，唔好講幾多錢先，唔好講幾多錢。我昨天有一個學生上一堂，佢唔舒服，我做咗幾下動作喺瑜伽磚嗰度踩上踩落，佢突然間話暈暈地喎，佢今日應該冇嚟。我話你快坐低，深呼吸，我教佢拍兩邊，兩邊拍下，跟住拍呢度。我話你食 Q10 啦，我永遠帶住一樽 Q10 喺度嘅。嗱，嗰樽 Q10 咧就咪特登帶出街啊！啱尋日有個人咧，佢唔知點解係佢幫我買咗樽 Q10，唔知點解 Cindy 俾樽，我還翻樽 Q10 俾你，我有成樽。快啲食6粒，佢話咁多，燉翻後邊我咩6粒多啊？我哋食啦，佢話唔好意思，我哋食，佢即刻吞咗6粒，坐低唞咗一陣間，後尾上完堂，佢俾我 WhatsApp 我呢位學生，佢話多謝你啊 Doris 老師，嗰6粒 Q10 真係勁啦咁嗱，所以唔好講幾多錢，好唔好啊？好，咁咧我食12粒啦。點不知喺2021年咧就發生咗一件事嘅，咁咧我就嗰個膽管有發炎，導致到咧係令到個肝個膽管同個肝入口嗰度咧有啲發炎嘅嘢，嗱為免隨後患，咁啊將我半個肝切咗去啦。哦，係啊，好慘我冇我半個肝，好慘㗎嗱。咁點咧？我休養嘅時候嗱，我做完個手術我瞓咗6日床，插晒啲喉，咁啊起咗身啦。報告出咗嚟啦，原來咧就唔係惡性嘢嚟嘅，係發炎嘅啫。咁啊醫生話恭喜你啊，我都恭喜我啦。好啦，佢話你聽日開始你食呢啲維他命啦，養和醫院俾我食喎。嗱，維他命 C、益生菌，嗱佢哋益生菌一粒capsule 嚟嘅，一個針子彈。我都有喎，阿教授，我帶晒去養我啦，當然，我要補嘅喎，即刻擺出嚟，我有呢啲啊。佢話我咁咪食得你咁好，你繼續食啦咁後尾佢點解講呢句食得你咁好咧？因為佢覺得呢個人76歲，做一個咁大手術6個半鐘頭，瞓咗5日，因為腳軟咗應該又冇蘇嗎啡，因為痛咧，佢又叫我哋一痛就撳一下，咁唔知嗰啲係嗎啡嚟嘅產到。佢話你一痛你唔好忍啊，我話我忍得痛，你唔好忍啊，你痛你又撳一下，咁我咪聽話咯。哇，成晚喺度撳咗好多下，原來係嗎啡嚟喎！哇，嚇得我，因為嗎啡你估好玩咩？係咪？後尾佢話一買佢啦，第二日我哋搬走呢個嗎啡機喎，佢驚我上癮。咁咧，因為佢話呢個係借人哋嗰個 ICU 嗰部嘢上嚟㗎。好，咁跟住我點咧？咦，我記得以前有個老中醫同我講過，佢話凡係全身麻醉藥，呢啲咁嘅止痛藥，你哋食嗰啲所謂 Panadol 或者嗰啲抗生素，有時都要食啊，醫生被逼都要開俾你食。佢話咧喺個身體度留喺度唔走嘅喎，原來排唔到出嚟㗎。於是咧益生菌嚟㗎。由嗰陣時開始，我每日食到而家，我一日食40條益生菌。哇！我掟走佢咯，梗係要咁多年慢慢掟走佢㗎嘛。同埋啱啱有疫情，咁你嘅免疫能力喺邊度嚟咧？各位喺個腸道嗰度嚟㗎嘛。咁你唔想中招落，你咪食多啲益生菌咯。除咗戴口罩啊各樣嘢之外，好啦，我啲 Q10，我點解食咁多咧？20粒都未夠喎！年青人，你唔好要講20粒好靚嘅未得嗱。咁我嗰陣時咧，我體重由50個 kg 咧，
跌到去到2024年我中埋甲型流感，得翻43個 kg， 好得人驚，太瘦啦！我計下我 BMI 都唔合格啦，跌咗出去18底下喎，咩唔掂啦？你即係話啲肌肉咧冇晒，完全係成個人都唔掂，咁啊點搞咧？於是我就慢慢回復翻我所有嘅呢個我嘅營養素，因為初嗰時咧我係食唔到嘢，完全我消化系統咧係彎晒，彎到咧係我可以9個鐘頭都唔肚餓喎，食完一餐做早餐，喺度等肚餓喺屋企，點解仲唔肚餓嘅？好凄涼㗎！如果你唔好以為咧肚餓好慘啊，唔慘㗎，你肚餓真係好。哎呀，好肚餓啊！死啦點算啊？好嘢嚟個肚餓係你肯食嘢啊嘛，你個身體俾你食啲嘢落去，即係話你個身體話俾你需要，但係完全你係食唔到嘢咧。各位唔想食嘢，你覺得你會點？嚇？係咯，好快脆啊嘛，好快脆啊！好嗱，於是咧我就增加嗰個食慾啦，要睇下個消化系統我點樣搞翻掂佢啦。好啦，好辛苦，應該係2023年尾咧開始啦。我諗2024年幾之內咧，我不斷做一樣嘢，就係我唔放棄紐崔萊。亦都好感恩喎，紐崔萊唔放棄我喎，佢不斷出一啲新嘢喎。剛才Andy 老師講嗰啲咧，保明啊、保胃啊、保心啊，我食緊啦已經，食咗差唔多有冇1年啦，有啦。哇！佢真係好啦，即係當我係處喺一個處境啦，我唔知點嘅時候咧，咁我仲可以做啲乜嘢咧？除咗我食嘅 BC 鈣啊，健樂精華啊，呢個 Double X 啊，冚唪唥食晒咯，我已經蛋白粉啊，Body Key 啊，Q10，我而家個份量啊，年青人你記住佢啦，下次我再問你，而家我食緊24粒。就唔好咧，唔係，因為我身體話我聽，要食咁多我先保持到一個好嘅狀態，我咪俾佢咯。我俾佢啦，點解唔俾佢啊？好啦，你嘅身體陪到你最後嗰一刻㗎，記住我呢句説話，個身體陪到冇人陪你到最後嗰刻，除咗你嘅身體，所以我就覺得身體咧，我哋係一個好責任。有一個好大責任去點樣啊？養好自己個身體，對得自己住，同唔同意啊？同意係嘛？好啦，咁亦都好感恩咧。如果當你基本上你食內嘅食物啊，你食好多菜啊，食好多植物咧，咁我哋嘅吸收能力係咪咁大咧？唔係，唔夠嘅。呢老師剛才講壓力，你喺個好大壓力底下咧，你吸收能力係減到係得翻20%嘅啫。你以為你食一大餐嘢，我好夠營養，吸收唔到。咁靠乜嘢？維生素咯 ，supplements 咯，個英文你話俾你聽咧，佢係輔助你嘅，你要食。好啦，而家我講一次 ，Double X 我食4套，我慢慢去翻4套。我最好嘅時候咧係6套嘅，我而家慢慢習慣翻個腸胃，我俾佢。你要話我俾你，好啦 ，BC 鈣唔使話啦，3兄弟一定要食足，係咪啊？好啦，益生菌盡量食多啲咯，食多啲啦。你又唔使做到40條嘅，好慘㗎，即係好似好誇張咁，唔需要。但係我肯起碼你唔好得1條一日啦，有咩用啫？不如慳翻啦，佢1條錢嗰10蚊唔好啊！唔好嘥佢啦，嘥錢都唔知你補得邊忽啊！即刻死啊！我呢係益菌不斷更新，係咪啊？你有上營養班嘅知道。好啦，仲有乜嘢啊？
Q10 啦，嗱護肝素各位都要食啦，乳計果食啦，壓力同埋嬲怒、發猛疹、發脾氣、掟嘢、鬧工人，呢啲咧就係你個肝出事啦，你咁容易嬲嘅乳計果。好啦 ，Q10 各位，我覺得。即係呢個我建議嚟嘅，我唔係醫生嘅，唔係醫生建議，即係我本人建議各位咧，你無論咩年紀，你開始學食 Q10 嘅時候咧，你起碼唔好哇一聲掉落地下，你起碼食6粒一日啦，6粒啊，3粒都好似唔多夠籌碼，唔夠籌碼3粒。你點夠籌碼去活好每一天好自在咧？好啦，咁我諗咧時間都差唔多啦，係咯。好，咁我嘅分享到呢度啦。最後咧，我有幾個字送俾大家嘅，就係健康靠自己，有健康才有未來。我可以咧去證實咧，你望住 Doris 咧咁近距離咧，佢嗰啲蘋果肌咧唔係醫美出嚟嘅，佢個耳珠咧連打耳窿都唔敢打，所以佢係絕對唔做醫美嘅。咁 that's why 咧喺機緣未出之前咧，佢已經係喺營養基礎營養咧，佢保護得自己好好啦，亦都抗衰老好好。我哋講緊抗衰老係同自己同齡嘅人啊嘛，係咪？冇比較冇傷害，咁我要出賣佢一個朋友俾大家睇下，最好唔好影相啦，唔該。咁樣可能好 hurt 人嘅 ，OK， 就係佢嘅朋友，同齡嘅朋友，你會睇到咧，佢嘅眼睛嘅膠原蛋白咧流失得好犀利，係咪？咁就同佢同一個年紀啫，又咁得意，大家都着 checker 衫嘅，咁人哋咧就同學嚟嘅。咁你睇佢眼周嘅膠原蛋白，你睇下佢成個面色，你睇下佢個蘋果肌，你就知道咧有保養同冇保養嘅分別。咁我哋只有咧好努力向住佢嘅24粒一半啦12粒出發啦。佢曾經咧教過我哋咧點樣去用財富去保障自己嘅健康嘅。請大家咧關注密切咧呢一個嘅智慧坊嘅 talk 啦，咁佢係基金嘅呢一個信託嘅總裁嚟噶嘛，咁所以咧佢係講過健康係要錢買嘅。如果你層樓價值1000萬嘅話咧，我覺得都應該賣咗嗰層樓1000萬去食機緣啦，同埋食我覺得你應該住喺深圳200萬就好啦。係啊，咁樣用800萬去養自己嘅身體。好。咁咧有啲問題咧，要大家咧去成日都問啦，我想話俾大家聽㗎。每一包咧係用50 cc 暖水，唔好用凍水，會嘥咗嗰啲晶體，因為唔溶啊。同埋身體需要暖水嘅，所以咧唔好熱水破壞咗個活性。咁你2包咪100咯咁啊。咁總之咧，我就覺得咧呢一個嘅擺咗落去啲飲品嗰度都得㗎，你擺落去啲蛋白粉嗰度冇問題㗎。只係冇咗回甘嘅享受。一擺咗落蛋白粉咧，蛋白粉就好飲咗好多㗎啦，係好似莓類嘅蛋白粉咁啊。咁只係咧，我會點樣做咧？朝頭早一定係空腹第一杯嘆我杯呢一個嘅野鷹莓嘅呢一個嘅機緣啦。咁然後咧就飲水啦，跟住咧就去飲我個 healthy mix 啦。咁夜晚黑臨瞓前，我會擺咗落去我嘅蛋白粉嗰度。咁就咁樣咧，唔使我臨瞓前飲咁多水。咁又或者咧，如果大家覺得佢適宜嘅，藝員老師教過嘅就係10點鐘 AM 同埋4 PM 喺你2餐之間，甚至乎2餐營養素之間都有呢一個嘅保護嘅。佢就話俾你聽咧，如果你朝頭早食緊 Double X 食緊 Q10 已經有抗氧化嘅話咧，最好隔一隔啦咁樣。咁但係我10點鐘係見緊客戶時間食，我4點鐘都見緊客戶時間食，咁所以咧我就一起身食，所以釋除大家專變，係官方係話俾大家聽係可以空腹食，可以擺喺呢一個嘅產品度食嘅，明白？好，咁就
大部分嘅人群係食得嘅。咁我哋講緊嬰幼兒呢，你就要問下啦，係咪？孕婦同哺乳期嘅婦女呢，係冇做過任何嘅數據分析嘅，冇做臨床人體數據嘅。咁所以咧，呢啲範疇嘅人呢，咁就問我啦。醫生係唔識嘅。我好多謝咧 Doris 頭先講嘅就係佢喺好艱難嘅日子食唔到蛋白粉，連蛋白粉都食唔到，即係嗰啲日子只可以靠益生菌，只可以靠 Q10 去捱到今時今日。咁就成個消化系統，因為6個幾鐘頭嘅手術切咗半個肝咧，基本上係攞咗一個人條命，精氣神。你話打開咗大佬，冷氣打開咗6個半鐘頭，係咁塞翻啲冷氣入去嘅話，即係話你對人嗰個修復咧係即係好 demanding 嘅，所以佢就呈現咗呢一個我哋叫做咧基礎營養，令到佢真係咧已經係比同齡人咧係抗衰成功嘅。所以嘅機緣嘅話咧，我哋加埋基礎營養咧，去到120歲絕對唔係奢侈。希望大家努力揾錢，唔好因為冇錢，求其佢都話要6粒啊，大佬，求其都話要3至6條嘅益生菌嘅話，嗰啲求其都幾嚿水啊！咁所以咧你都唔知道咧佢嘅 SOP 幾勁啊！超過5萬蚊一個月啊 ！SOP 自己吔㗎咋 ？OK， 咁加埋仔係嘛？加埋仔有5萬蚊 OK， 咁個仔都好犀利喎。咁係呢一個嘅飛機工程師喎，咁好厲害嘅人馬，而家終於識食咧嗰啲叫做即係嗰啲日間 pack、夜晚 pack、男女嗰啲 pack 咧唔使執啊，自己一 pack 咧就可以出差啊，成日都出差，我知道佢哋使。咁就係咧希望咧你係用呢一個嘅健康做本錢，先可以賺到更加多嘅錢，同埋更加多幫到朋友。咁我哋咧一定要用咧呢一個嘅抗衰老去終結我哋所有嘅疾病，或者係未老先衰，甚至乎咧為咗癌症而走咗好多冤枉嘅路嘅。咁就我交個咪俾阿 Cardi， 希望咧我哋一齊影一張大合照。好，再次掌聲俾 Annette 老師，係啦。